大家好，你哋聽下呢啲係咩聲？我哋今日會跟住呢啲聲去呢個地方返工，大家估唔估到係咩工作呢？今日一於與你成為一日廚師，等我哋學下佢哋點樣煮出好味嘅食物啦。Let's go！ 大家好，我係餐廳嘅廚師，歡迎大家今日同我返呢日工啊！廚師第一個主要工作係用刀切食物。我哋而家要切一啲煮尖椒牛肉飯嘅材料，大家估唔估到要切啲咩呢？切洋蔥、切尖椒，切完之後，我哋就可以準備埋其他材料啦。我哋而家有尖椒、洋蔥、醬料、豆豉同埋牛肉。之後就可以攞去炒啦。廚師第二個主要工作就係用鑊鏟炒食物，將準備好嘅材料放入鑊入面，用鑊鏟做一個不停翻動嘅動作。首先放啲油，然後將準備好嘅牛肉同埋切好嘅尖椒放喺鑊入面，之後放啲調味料。用鑊鏟將啲食物炒啊炒，最後將炒好嘅食物放喺飯上面。客人叫嘅尖椒牛肉飯就大功告成啦！大家煮完呢個香噴噴、熱辣辣嘅尖椒牛肉飯之後，有冇覺得好有滿足感呢？廚師第三個主要工作係用蒸爐蒸食物。我哋收到一張單要蒸魚，大家知唔知道蒸魚嘅步驟係咩呢？首先，我哋將條魚放入蒸爐入面，8分鐘之後，我哋將條魚攞返出嚟，然後放啲油，最後放啲豉油，蒸魚就大功告成啦。廚師第四個主要工作係用平底鑊煎食物。我哋收到一張單要煮雞蛋火腿腸仔麵，大家估唔估到個步驟係點做呢？首先放啲油，然後打一隻雞蛋喺平底鑊上面，煎到雞蛋嘅底部金黃色，煎雞蛋就完成啦。再放啲油，將一塊火腿放喺平底鑊上面，煎到金黃色，煎火腿就完成啦。再放啲油，將一條腸仔放喺平底鑊上面，煎到金黃色，煎腸仔就完成啦。雞蛋、火腿同埋腸仔就煎好啦，仲爭個麵喎。廚師第五個主要工作就係用煲煲食物啦。我哋要煲埋個麵啦。首先將水放入煲入面，見到白色泡泡就代表水滾。剪開個麵，再剪開調味料，然後將個麵同埋調味料放入煲入面，仲可以加幾塊生菜。最後將個麵倒入個碗入面。完成之後，將火腿、腸仔同埋雞蛋放喺麵上面，雞蛋、火腿、腸仔麵就大功告成啦。唔經唔覺已經煮咗好多嘢食啦。趁有少少時間，等我問下廚師叔叔點樣先可以成為一個好廚師先。首先要乾淨衞生啦，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好容易食到人肚痛。第二咧就係咧要煮得好食啦，所以咧就要多啲去研究啊、嘗試啊，做啲好嘅味道出嚟啦。咁做廚師最辛苦嘅地方係啲乜嘢呢？第一咧就係嗰個環境問題啦，就普遍咧就比較熱嘅，同埋油煙就比較多。第二就係咧要長時間嘅站立咧，即係隻腳都會比較攰嘅。第三咧就係嗰個鑊都重嘅，長時間去用咧都會令到隻手會痛。聽落做廚師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啊！咁究竟乜嘢令到你堅持做一個廚師呢？
當你咧煮咗餸出嚟咧，會俾人哋讚啊、欣賞啊，覺得好味咧，你就會有成就感咯，就會想繼續做咯。臨放工之前，廚師叔叔教咗我哋整餐廳最受歡迎嘅飲品，就係凍檸檬茶。首先將4塊檸檬放入杯入面，然後加啲冰，之後放啲茶入去個杯入面，最後放埋飲筒同埋匙羹，就大功告成啦！好多謝廚師叔叔俾我哋跟佢返1日工，體驗下做廚師嘅感覺。小朋友，你哋大個咗之後，想唔想做一個廚師，煮啲好味嘅嘢食俾客人食呢？我哋今集時間差唔多，下集再見。